文化部公布今年金鼎奖的得奖名单，拢总有3本绘本得奖，其中有作者讲会当得奖是真荣幸，也希望未来诗、散文、小说等一寡家己作品呢，也挺好去互看到。有学者是认为讲，要培养到这创作者和编辑人才，政府和出版社就要投入愈侪资源，或者是系统性的培训。汉药房是侪台湾人的生活基地，无论是囡仔要长骨，还是店补，定会到汉药房买药材。创作者陈千勇甲厝内开汉药房的基地，为做家己绘本《新奇汉药房》，今年受到文化部金鼎奖的肯定。作者讲，头家出册就通得奖，伊感觉真荣幸，嘛希望未来无共文类的单机作品也通互看到。有人介意，有人想要搁看我的册，啊，搁我画的图。安尼我就足欢喜安尼。其他的台语文的作品，譬如讲小说还是散文，拢无通入围安尼，所以我就有一点感觉可惜。今年更有2本台语绘本嘛得金鼎奖，包括台湾人物志题在的节目的天才黄土水，也有为乌狗做主角的作品乌的。有出版社表示，这几年有政府补助，唔能会予出版社出台文册意愿增加。根据因的观察，这10年来台湾意识加悬，嘛带动以台湾故事做题材的市场。也可能是太阳花以后，大家对于台湾主体性的反应的提升，还有包含的是可能13、14年以后，就是历史普及的相关的作品，台湾故事、台湾历史的那种作品，其实都比较多的出现。对，那可能也慢慢的扩散跟外溢，然后也影响了台语绘本的销量。不过有学者指出，这几年真侪台文创作集中伫咧文史生活基地等等，学者嘛希望无共补助，也是奖项，应当看到愈侪无共类型的作品，鼓励台文的多元创作。我们是真鼓励未来咱的这个台文创作者吼，会当侪拢会当投入书文学的这个创作，伫个各种语言内底吼，搁较新的一寡实验性作品吼，我感觉拢会当看。学者表示，台湾市场要累积消费者，嘛就要对源头来栽培创作者甲编辑人才，这需要政府和出版社同齐投入心力和资源来帮助，也是系统性培训，才通互台湾作品愈行愈在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